你看行不行？哼，只要你愿意进水漫亭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欢迎。行，这给你。老薛说你为我们家做这么多事儿，不知道怎么感谢你。我就说你爱吃这种酱肉，他说哎，我跟你一块儿做，我们俩一起给你做的。嗨，你们家老薛啊，太客气了。这有什么？走了啊！哎，谢谢啊。谢什么？走了，再见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不能回来吗？不是，小疯子说你不回来吃饭，我们还准备给你送饭去呢。我又回来吃了，不行吗？行啊，我们这不是……你赶紧先洗手吧，抬两个菜一会儿就好了。你这怎么又哪儿遇见不顺心的事啊？我怎么会有不顺心的事？咱们出去看看吧。走。我到哪儿都顺心的很。有你这么好个后哥帮我四处拉活，还有一个店里这么发达的后妈，又是 N 个前夫前男友的四处救济着我们薛家和我这样的废物，我怎么会有不顺心的事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让崔大给我介绍活干什么意思？你妈在楼下跟你那准几巴呲会又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薛家已经穷到了需要你妈卖笑，跟以前的男人玩暧昧才能养家的地步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你们娘俩这么假惺惺的可怜。我爸头顶上更不需要戴着无数顶绿帽子，这种侮辱式的救济，别在这给我装伟大装奉献，我真觉得恶心。欠抽是吗你？说什么呢你？你闭嘴。我自己的孩子自己教育。小孩子在说话之前，得先把事儿弄清楚了再说。这么点简单的道理，没人告诉过你是吗？我和陆振廷在楼底下见面，是我跟你父亲商量好的。我送他礼物，是你爸爸主动提出来让我这么做的。所以你刚才都是胡说，你混蛋！这是你第一个欠走的地方。第二点，我和楚木是你的家人吧？您愿意不愿意，高兴不高兴都不重要，它已经是事实了。一家人就得互相帮助，相亲相爱，这是正常的。所以你再让我听见你说什么我们薛家，你们娘儿俩这种话，你再让我听见，我听见一次我打你一次，我一直打到你不说为止。今天咱们娘儿俩这个熟悉期就算过了啊！以后我该怎么教育孩子，对你没例外。该赏就赏，该罚就罚。今天你犯了俩错，我只打了你一巴掌，所以。哎，妈，我没有打他，你给我回屋面壁去！今天晚上不许吃饭。好了，消消气啊！来，这我带。
直立啊，去，哎，端菜。哎，吃饭。震撼吧？我们俩刚看的时候也觉得特别震撼。他们家都乱成这样了，逮谁不好奇的问上2句3句啊？哼，还冲我们喊！你们真无能啊！我说徐阳怎么给气成那个样子？本来家里遇到这一连串的事情就很添堵，好不容易扛过来了，脚踏实地来打工吧，又遇到你们两个混蛋同事。什么叫问2句而已啊？这事只要你问，就等于在撕人家的伤口，给人家搓火，你会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？我们没想那么多呀，还狡辩，还躲？那你们当初给人编那好莱坞情节的时候，不是挺能往多了编的吗？啊，怎么遇到正经事儿了，你们的大脑就停转了，跟个娘们似的，活不好好跟人学，挖八卦的时候啊，你们都瞪起眼睛来了。亏得人这琪琪啊，每次来的时候给你们带吃的喝的，哄着你们，你们就是这么照顾人学阳的。哎，你们亏不亏心啊？亏不亏心啊？你们？我从今天下个死命令，啊，从今往后，谁要再在薛阳面前提他们家的事儿，提1句我扣他半个月的工资，提2句这个月他白干，提3句以上，或者把薛阳给气走了，要么你们把薛阳给我找回来安慰好了，要么你们就跟他一起消失，别回来了，听见没有？哎。琪琪，你要干嘛？没事呀。你要干嘛呀？就知道你肯定也在琢磨这事儿呢。哟，热的。那当然了，我趁老太太洗澡的时候热的，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哟，我在这儿啊，还给他藏了一盘他最喜欢吃的茄饼。那也不用藏那儿啊。你俩挺有经验的嘛。我们俩绝对身经百战。哎，丽子姐，你也得拿冰饮料，我们把这个拿出去。好。你笑什么呢？你猜这帮孩子干嘛呢？在厨房做了好些好吃的，给薛阳送去了。你说我怎么就使点小计谋，他们就上钩了？我咋那么聪明啊？你闹了半天，你这罚薛阳不让他吃饭，就是为了其他孩子半夜3更给他送食去。对呀。哎，你知道孩子在什么情况下最团结、最容易增进感情吗？
就是先同病相怜，然后同仇敌忾。真的，哎，你以为琪琪跟楚木，从一开始就这么好？没有，一开始打得可厉害了。我当时一看我没辙了，只能下狠招了，我就使的这招，知道吗？他们俩之间谁犯一点错，我俩人一块罚。很快他们俩呀就团结起来一块对付我了，俩人变得别提多哥们儿了。哎，你就不怕你这个恶妈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，让孩子们记恨你啊？恨去吧，他们孩子好不就完了吗？再说他们恨了没？没恨我呀。什么味儿啊？煎鸡蛋味儿。你想吃吗？要厨房炸俩，咱这屋吃。是你的，我这正减肥呢。你别闹，睡觉，不许看报纸。放心吧，他们都睡了，吃点吧。赶紧吃吧啊，都端过来了。妈妈也太不人道了，现在还用惩罚小孩的方式压迫我们，而且打都打了还要罚，过分。疼不疼啊？我跟你说啊，小老太太就是长时间没逮着机会发淫威，给她憋的，你都把狠招都撒出来了，你甭理她啊！我跟你说，她就这2把板斧，后面没什么招了。放心，以后我们都会提醒着你，只要你不犯她的忌讳，她也没什么理由可罚你啊。对付她，我跟琪琪太有经验了。啊，哎，你来点这个。喂，你们俩没吃晚饭啊？现在还来抢冰的东西吃啊？她这一个人吃那么多东西也吃不完，浪费了。哎，你们俩小时候